最近因为有掺到致癌物质苏丹红的辣椒粉，影响到真济相关的产品拢总爱落价。云林检方追查到源头的厂商智新公司斗六厂姓郭的研发处长，也有研究人员，因明知影这个原料有问题，随后是头家报告，把这个辣椒粉提去卖。检方约谈负责人等9个人，目前姓郭的研发处长互人收押，负责人也有其他的员工是拢以2万至150万交保。检调查队联合云林县卫生局，将这一箱的产品大封条查封。涉案的智新公司所销售的红辣椒粉，被查出含有致癌的物质苏丹红。检方立即发动搜查，约谈公司的高层。检方调查，智新斗六厂研发处长等人，原料进口了送 SGS 食品实验室，有检验出苏丹色素3号。明知影原料有问题，严过为了要顺利出货给全联，竟然篡改报告，生产4合一的调味粉。为求将公司之4合1调味粉贩售给某大卖场，竟变造实验室之检测报告。经过核实了，姓陈的负责人也个经理等人，以2万块到150万交保。研发处姓郭处长是羁押禁见，苏丹红风波代志愈闹愈大。特中食安处搁再查到全市163间全联门市等通路，自新华食品所买来销售的菜脯饼加白辣椒棒，拢含保险公司有问题辣椒粉的成分。有效日期是2026年10月12日的问题辣椒粉留下。前面所有的问题辣椒粉以及相关产品都已经下架停售，并持续回收中。食药署统计，到2日为止，下架封存的辣椒粉加产品超过21000公斤。食药署这么严厉要加强边境的管理。违规情节比较重大的，添加不应该添加、不可以添加的东西，就想要看看，直接一发现就从一般抽屉直接跳到把那个厂。国外的制造厂把它禁掉了，顺利的话3月就可以上路。食药署讲，以后食品进口只要验出有毒或者是有害物质、难掺或者是假冒，就算是初犯，也严厉直接禁止输入，上近3月开始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